不應錯過嘅伴侶，習慣用各種外在條件去定義理想嘅另一半。可當所有條件都達成啦，兩個人之間卻慢慢變得冷淡。回頭一諗，標準始終係浮表。真正嘅困境從來唔係難遇好人，而係從未認清自己，從未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一段點樣嘅關係。妙法蓮華經以因緣心性為核心智慧，其中一句可概括為眾生隨緣，緣自覺性。呢句話唔會話命運要你聽天由命，亦唔教人被動等待。佢講嘅係一件更深刻嘅事，親密關係從來唔係偶然相遇嘅結果，而係一個人嘅心成熟到足以承接嘅時候，緣分先會真正降臨。心未到，機會離你幾近都係徒然。你以為要走遠路，但最終所有路都係將呢個人推到你面前。所以呢件事本質上唔係運氣，而係一種修行。但喺進入嗰個答案之前，有一件事必須先講清楚，後面講幾多都會白費。呢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美嘅伴侶，越係執着於完美，越會培養出一種剁石頭嘅心態。眼前呢個唔夠好，行兩步都唔夠好，擰轉頭又覺得之前嗰個或者仲好，但翻轉頭已經冇位企，就咁一路行一路錯過，最後揸住喺手嘅只有一片空虛嘅山路。能夠陪你舒服同行修心修緣嘅人，絕對唔係嗰種每一項都攞滿分嘅人。佢具備嘅3個特質，全部都同外在條件無關，卻同你人生裏面最重要嘅嘢息息相關。請先去留言區打低你此刻最想送俾自己或伴侶嘅一句祝福。無論你而家係單身定係喺一段關係裏面，都會成為你今日送俾自己最好嘅禮物。第一章，行腳生嘅故事。好耐好耐以前，有一位名叫維明嘅行腳生，佢沿着一條黃泥小路向山下走。佢已經行腳30年，由南到北，由寺廟到市集，見過無數人嘅生老病死，卻從來冇喺任何一個地方停留超過3個月。唔係因為佢無情，佢一直喺度尋找一個問題嘅答案。究竟乜嘢係真正能令人心安嘅緣分？佢出家之前同知師曾經講過一句話：你呢一世最大嘅功課唔會喺經書裏面，而係喺人與人之間。維明將呢句話記咗30年都未明白，直到今日，佢去到一個叫石榴村嘅小地方，打算借宿一晚。有一戶人家園，院子收拾得好乾淨，曬住一排紅卜卜嘅辣椒。維明敲門，開門嘅係一個男人，30出頭，眉目清靜。佢望見一個陌生僧人企喺門口，直接將門推得更開。入嚟啦，有熱水。呢個男人叫阿成，佢老婆叫素雲，正喺灶台邊忙緊2個人嘅生活，係各種極致平凡嘅日常。當啦烈烈就係嗰種從未講出口，對方就已經幫你拎好筷子嘅普通日子。維明喺呢戶人家住咗整整7日。第一日，佢以為自己只係路過借宿，佢開始覺得呢戶人家有啲嘢，但講唔清。到咗第7日，佢終於明白係一種氣場，唔係虛無之子嘅靈氣，而係一種具體嘅可以感知到嘅寧靜。覺得自己好似一個人行咗好耐嘅山路，抌住太多嘅石頭，突然俾人輕輕接住咗，佢準備離開嘅前一日，阿成同佢講起村裏面另一戶人家，嗰個男人去鎮做生意。村裏人話家境比阿成好不少，老婆係方圓50出晒名嘅美人，2個人平時好恩愛，人人都羨慕。但維明見到嗰個男人嘅時候，喺院子裏面漫無目的咁行，眼神空洞連望，都唔知望邊度。佢老婆喺屋裏面叫佢叫聲好壓抑，似憋住好耐，又唔想別人聽見。維明企咗好耐，升起先慢慢轉身離開。佢心裏面有一個問題一直冇放低，同樣係2個人過日子，點解有啲屋企好似磁石，令人一入去就覺得安穩，卻好似一扇玻璃門，表面透亮，卻永遠隔住一層。
佢將呢個問題帶返去阿成屋企。食晚飯嘅時候，佢忍咗好耐，終於開口：你哋結婚幾耐？阿成答：有冇試過覺得對方好煩？阿成同素雲對望一眼，笑咗。素雲話：結婚第3年，我哋因為錢嘅問題嘈得好犀利，有一段時間幾乎唔講嘢，但每次嘈完先開口嘅都係佢。阿成接住講：有件事係不變嘅，我哋都知道，睇攏對方比邊個啱邊個唔啱更加重要。我想放棄，每次只要見到佢，嗰句算啦就講唔出口，唔係因為放唔低，而係因為喺佢身邊，我會成為更好嘅自己。嗰種感覺，維明沉默咗好耐。呢一刻，佢突然諗起石榴村嗰個眼神空洞嘅男人，擁有一個人人稱羨嘅伴侶，樣樣都不差，甚至比阿成家更體面，係阿成屋企嗰種落地嘅安心。維明告別咗阿成一家，繼續向前行。佢行咗好耐，腦海裏面一直浮現同一個念頭：師傅講嘅話，明白咗少少，只係少少，因為故事從未結束。3年後，維明再次經過石榴村，佢嘅腳步不由自主咁停低，好想知道呢兩戶人家嘅近況。院子裏面多咗幾件鮮亮嘅衫，掛喺繩上面，隨風輕輕搖。素人抱住一個細路仔，坐喺門口曬太陽，望見維明遠遠行嚟，就笑着起身。嗰種笑容唔需要任何解釋嘅，直接嘅善意滿滿嘅笑。而另外嗰戶人家大門虛掩，有啲荒涼。村裏人話維明知嗰個男人半年前離開咗，做生意到今日都冇翻過嚟。老婆搬走咗，一個人翻咗外家。維明企喺嗰度，低頭念咗一段經文，心裏面問自己：呢個男人究竟失去咗啲咩？佢得到嘅感應只有4個字：從未擁有。因為呢個男人由一開始就將呢段關係當成一件裝飾品，而唔係一個需要用心維持嘅活物。結婚就係安裝完成，卻唔知道只係修行嘅起點。佢要嘅係一個令自己光彩照人嘅伴侶，而唔係一個一齊成長嘅同行者。呢兩件事只差一個字，一段關係10年後嘅走向。維明企喺呢個虛掩嘅門外，心裏面有啲難過，但嗰種難過唔係慈悲，而係一種清醒。佢終於徹底明白，一段關係嘅根裏面亦唔喺條件裏面，而喺一個人待人嘅底色裏面。佢繼續向南行，行咗唔夠2日，又見到另一對夫妻。呢對夫妻唔係30年裏面見過嘅，爭吵最激烈嘅嗰一對。日落時分，細雨濛濛，維明喺一間茶樓裏面避雨，隔鄰坐住一對中年夫妻。兩個人爭吵嘅聲音好低，帶着氣。維明唔刻意回避，就安靜坐住飲茶。佢聽唔到全部，但大約知道係關於一件舊事，一句當年講過嘅話，翻嚟覆去，兩個人都唔肯讓步，自己係受委屈。嗰個茶樓裏面所有人都有啲唔自在，有人皺眉，有人低頭裝作睇地板，然後男人突然沉默咗。呢陣沉默好長，到佢老婆都講唔落去。然後佢開口講咗一句話，聲好低，但維明清清楚楚聽到。我首先講一句話，講錯咗，頭先我唔係嗰個意思，係我講得太衝。老婆愣了一下，眼眶紅咗，但冇出聲。男人將一杯茶推過後，輕聲話：你手腳凍，先暖住。呢一刻，茶樓裏面有一種奇異嘅安靜，又悄悄鬆咗一口氣。維明放低茶碗，心裏面默默念住4個字：隨順因緣。呢句係《法華經》裏面嘅話，後生時就背過，30年裏面一直唔明。雨天嘅茶樓裏面，佢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呢4個字嘅重量，唔係喺佛堂裏面，而係喺一對普通夫妻中間，喺一杯被推過嚟嘅熱茶裏面，喺日記裏面寫低一段，最後加上一句：真正將人放心上嘅，唔係呢個從不犯錯嘅人，而係呢個犯錯之後肯回頭嘅人。行腳30年，慢慢學會咗一件事，
三個特質究竟點樣喺一段關係裏面生根發芽？第二章，三個特質：心安、善良、願意回頭。第一，心安。好多人對安全感有一個最常見嘅誤解，就係覺得安全感呢件事完全要靠自己解決，唔需要依賴任何人。呢句話對一半需要從內心去培養一種穩定，唔會隨外界起伏而崩潰嘅定力。呢個係修行，冇錯。我將呢句話變成伴侶，喺呢段關係裏面唔需要負任何情緒責任，咁就走偏咗。心安唔係遠離所有爭吵，亦唔係將關係簡化為完全獨立，總將真實同虛幻搞反嘅狀態。明明喺一段關係裏面消耗巨大，卻話我好好。明明靠近某個人之後，自己變得更焦慮，更唔係自己，就係愛情。嗰個先至係最嚴重嘅狠賭。真正能夠令你遠離狠賭夢想嘅伴侶，唔需要時刻講好多甜言蜜語，亦唔需要將你當成公主或王子咁供奉，令你去靠近佢嘅時候感覺到一件事：我是安全嘅，我是我自己，我唔需要舉裝成另一個人。中尼開耶裏面話：若見善人，則知其心，唔係道德上嘅判斷，而係嗰種內心真實嘅感受。靠近佢就會有一種穩定感傳遞過嚟。呢個人唔需要多講一句話，親近本身就係一種福報，因為人嘅心係會互相感染嘅。你長期靠近一個心裏面平靜嘅人，你嘅心都會慢慢安定。你長期靠近一個心裏面篤定嘅人，你嘅心都會慢慢落地。唔係玄學，係能量最基本嘅運作方式。所以真正好嘅伴侶俾你嘅唔係甜蜜咁簡單，而係一種準係你做自己嘅空間。佢嘅存在本身令你時刻擔心係咪講錯嘢，今日係咪唔開心，而係令你知道你是安全嘅，你係 OK 嘅，你可以放低防備，你可以軟弱，真實嘅一面展示出嚟，而唔會被嘲笑、被批評、被攻擊。心安唔係一種感覺上嘅舒適，更加唔係唔會起波浪。心安係一種信任感。今日嘈咗交，就算今日講錯說話，你依然知道嗰個人唔會消失，呢段關係嘅地基唔會因此鬆動。呢種信任係家嘅真正起點。將呢件事擺到最後，甚至唔知，但其實佢應該係最需要擺喺最前面嘅。如果靠近一個人，你會變得更緊張，更小心翼翼，更唔係自己。請停低，諗一諗，嗰個唔係愛，嗰個係消耗。而呢個能夠令你心安嘅人，往往正係最值得你長久相伴嘅人。第二，善良根嘅深切。善良呢件事，段關係裏面係最容易被低估嘅特質，因為善良喺戀愛初期往往會俾對你好所覆蓋。對你好同善良係兩件非常唔同嘅事，係一種策略，可以係為咗維持呢段關係，可以係出於想被你依賴嘅需求，可以係某一段時間裏面嘅一種表現。呢種好，關係穩定，新鮮感消退而慢慢減少，甚至消失。但善良唔係咁運作嘅，善良係一個人嘅底色，係佢對呢個世界嘅基本態度，唔分對象，唔會因利益而改變。法句經講：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。呢句話用今日嘅語言嚟講，就係尊重自己內心最深處嘅良善。真正善良嘅人唔需要被逼，亦唔需要有人監督。善良係自然流露嘅，係佢同呢個世界打交道嘅方式。佢點樣對你，就會點樣對一個陌生嘅服務員，街上嘅流浪貓點樣對佢嘅父母。在冇任何好處可得嘅情況下，佢仍然對一個同佢毫無關係嘅人帶着善意。呢種人嘅心裏面有一種柔軟，嗰種柔軟係唔會輕易被磨走嘅。帶着嗰種柔軟進入親密關係，你會發現佢可以包容不完美，佢可以喺你最狼我嘅時候依然唔嫌棄你。佢有溫度，一場爭吵就將成個人崩掉。佢有持久度，因為佢嘅善良
唔會因為你嘅表現而改變。更深遠嘅係，善良有一種潛移默化嘅力量，會慢慢改變身邊嘅人。一個人長期生活在一個善良嘅伴侶身邊，佢自己都會變得更柔軟，更願意向好嘅方向睇待事情。成個關係嘅氛圍當成理所當然嘅人生底色。所以善良唔係加分項，而係根基。根基我得心，你嘅關係喺風雨裏面都唔會輕易倒塌。然而呢件事係最容易被高顏值、高學歷、高收入呢啲更顯眼嘅條件所遮蓋嘅。喺一段關係裏面行到後來，大多數人會後知後覺咁發現，更次要嘅底色品質，正正係決定日子過得好唔好嘅關鍵。根基若唔善，再華麗嘅外在終究撐唔住時間嘅重量。第三，願意回頭。雲勝，好多人對好伴侶有一個高度理想化嘅想象，兩個人永遠和風細雨，永遠唔會嗌交，永遠用最溫柔嘅語氣溝通一切問題。呢個想象好美，但唔真實，而且可能適得其反。一段真實嘅親密關係，就算兩個人係善良、心性穩定嘅人，都一定會有摩擦，會有怒火，恨不得對方消失5分鐘嘅瞬間。嗰個係人，唔係神。法趣經裏面有一句話，簡短得好似一塊石頭落入水裏，大意係會回頭。吵架之後，願唔願意回頭？有啲人嘅元氣可以直接消失，3日等你一個去揾佢，否則就當你唔想要呢段關係。有啲人講完傷人嘅說話之後，唔會主動開口，因為佢將低頭理解為輸贏。有啲人翻完舊賬，轉頭又當冇事發生，因為佢從來冇將呢段關係當成需要認真維護嘅嘢。好嘅伴侶唔係呢個絕對唔會犯錯嘅人，而係呢個生完氣之後收翻句狠話，行出去幾步又停低領轉頭翻嚟嘅人。唔係因為佢軟弱，因為佢清清楚楚知道呢段關係比嗰一口氣更重要，嗰個人比呢一刻嘅回憶更值得珍惜。42章經裏面講，忍者多力，關係裏面能夠忍得住，能夠回頭嘅人，其實係擁有更大力量嘅人。佢有能力唔俾情緒完全淹沒自己，從而做出真正符合本心嘅選擇。呢種主動嘅願意係一段關係裏面最難得嘅力量，而係最長情嘅告白。第3章3個陷阱，參咽下擺埋一齊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呢3個特質都同完美無關，卻每一樣都同善有關。緣起經講嘅正正就係呢件事。緣唔係從天而降嘅禮物，而係兩顆心相互回應嘅過程。但再講翻轉頭，即使3種特質都齊全嘅人，喺關係裏面都仍然會磨損，會消耗，會有一段又一段嘅考驗。呢個唔係命運嘅安排，而係人生裏面3個古老嘅敵人，稱為三毒 Tum Min Stum。佢哋會無聲無息咁潛入一段關係，令你以為問題喺對方身上，其實根源一直喺自己心裏面。第一打，對永恆情緒價值嘅執念。一段關係剛開始嘅時候，嗰種心跳加速嘅感覺，每日都有新鮮感嘅興奮，會令人產生一種錯覺，就係愛本來嘅樣子，以為呢種狀態應該永遠持續落去。於是當關係進入日常，當呢種強烈嘅情緒熱度開始冷卻，好多人就會開始焦慮，佢係咪唔愛我啦？開始主動或被動咁索取各種消失中嘅感覺。但佛法從來冇承諾過，任何一種感受可以永遠不變。無常係宇宙運作最基本嘅法則，一段關係都係咁，佢會變化，會滲浸，會從熱烈嘅激流變成更深處嘅平靜水流。嗰個唔係退步，而係走向更深，真正能令兩個人長久嘅養分。第二，唔敏將分歧變成戰場。每一對伴侶都會有分歧，呢個係必然嘅，亦係正常嘅。來自唔同家庭、唔同經歷嘅人走入同一間屋，一定會有摩擦，一定會有。我唔明你點解要咁嘅時刻。問題唔在於分歧本身，
而在於面對分歧嘅時候，嗰個我有冇被觸發？一旦被觸發，分歧就唔再係分歧，而會變成一場關於邊個啱、邊個錯、邊個應該低頭嘅審判。每一次爭吵都會加深雙方之間嘅裂痕，唔係因為爭吵本身有幾傷人，而係因為失衡嘅狀態下，人會講出穿透力極強嘅說話。嗰啲講完之後，對方會記住好耐嘅說話，將幻想當成現實。呢個表現形式最隱蔽，亦最難被發掘。佢好似對呢段關係好有要求，好似有高標準，但其實係將一個真實嘅人為你自己建構嘅完美伴侶模型入面。然後每當佢出現落差，你就失望，就覺得佢辜負咗我。但佛法裏面對德勒有一個深刻嘅解釋，德勒係執假為實個完美伴侶，從來都唔存在。但你嘅失望係真實嘅，你嘅關係因為嗰份無名所承受嘅代價係真實嘅化解路嘅方法，對關係嘅期待，而係將對完美劇本嘅執着轉化成對真實嘅人嘅體籠佢嘅皮囊，體籠佢嘅限制。喺自己都唔容易嘅情況下，願意留喺呢段關係裏面呢，本身已經係一件好重要嘅事。如果你嘅生命裏面呢個令你心安嘅人，呢個底色善良嘅人，呢個生氣之後願意回頭嘅人，請你真係好好珍惜佢，唔係因為佢完美，而係因為呢三樣嘢都有佢哋，可遇而不可求，必須要雙方都有一定嘅覺悟，先至能夠匯聚成每一次嘅緣分。好多人一生揾咗好耐，行咗好遠，就快放棄嘅時候，忽然明白，原來嗰個人早已喺身邊，只係當時嘅自己從未擘大眼去認出佢。如果你從未遇見，都唔緊要，更加唔使灰心，因為遇唔到呢個人就覺得自己命唔好，或者開始降低對關係嘅理解，呢個都係誤解。心若向善，福至隨之。呢句話唔係一個安慰，如實嘅因果。當一個人持續修心、修善、修自己嘅底層氣質，佢嘅磁場會慢慢改變，吸引到嘅緣分自然會向更好嘅方向走。你唔需要心急去追，而係要令自己先成為嗰種人，心安嘅人、善良嘅人、願意回頭嘅人，然後同樣頻率嘅人就會被你吸引過嚟。真正好嘅伴侶，講最多甜言蜜語嘅人，而係呢個能夠同你一齊喺日復一日嘅普通裏面共同修心、修身、修出一條越行越寬嘅路嘅人。咁樣嘅關係唔會消耗彼此，只會令雙方都變得更好、更完整、更有力量。最後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請你安靜落嚟，回想一下你遇見過嘅所有人裏面，曾經令你感到靠近，佢就係靠近安心。呢個答案可能比你認為嘅更加值得認真對待。如果呢段影片對你有觸動，分享俾第一個你覺得需要認真思考呢件事嘅人。留言區話我知，你心裏面嗰個令你心安嘅人係點樣嘅樣子。點讚、推薦，有緣人都能夠睇到，每一次轉發都係一次善緣嘅流動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